Welcome to AOS Products Channel， 歡迎收睇 AOS 產品資訊頻道。隨着通訊技術進步，網絡 IP 電話已經成為主流選擇。為迎合市場發展，正為推出全新嘅UC統一通訊方案，以整合語音、傳真、會議、IVR、視頻等功能。星維UC系列提供3個型號選擇，包括有小型嘅UC200、中型嘅UC500以及UC500H 型號。產品經濟高效，功能全面且穩定，為用戶提供可靠嘅通訊解決方案。UC200係專為中小企業設計嘅 IPPBX 系統，採用嵌入式設計，搭載高效能處理器，以便擴展需求。主機擁有4個 FXO 同2個 FXS 接口，以及2個網路端口，分別連接內部同外部網絡，可註冊60個分機，支持15個並發通話，亦配備1個 USB 擴充端口。UC500 合適使用 SIP trunk 或 IDAP 專線嘅用戶，主機採用機架式設計，配備雙電源冗餘運作，有效提升系統運作可靠性。主機配備2個 FXO 同2個 FXS 接口，同樣內置雙網路同1個 USB 擴充端口，基本支持150個分機同30個並發通話，可建立最多80個 SIP trunk 通道，配備256GB 儲存錄音容量。UC500H 採用模組式設計，可以混合使用多種功能板卡，包括 FXO、FXS、IDAP、GSM 及 CPU 電腦模組等。主機採用2遙機架式設計，並擁有6個功能插槽，內置2個高速網口同1個 USB 擴充端口，支持高達1000個分機同100個並發通話，可建立最多80個 SIP trunk 通道，配備256GB 儲存錄音容量。以上3個型號都可以配搭外置式 VoIP 語音網關使用，通過網路可擴充多達114條外線或模擬分機線路。星維UC系列提供由入門級到專業型號嘅 IP 電話選擇，亦可選擇支援視像通話嘅 IP 話機。系統亦可以兼容市場唔同品牌嘅 SIP phone， 讓你輕鬆整合唔同機設備，以滿足不同用戶需求。歡迎聯絡我們查詢更多有關星維UC IPPBX 系統。多謝你瀏覽AOS產品資訊頻道。